以有所思第4章，做一个为着主做受犯的人，我苦劝恁，既然恁受上帝呼召，行为就符合伊的呼召，凡事就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互相宽容，用和平互相联系，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神只有一位，因为上帝召咱要得到的愿望是一个，主只有一位，信仰只有一个，洗礼只有一个，上帝只有一位，就是万有的爸，伊伫万有的顶面，贯穿万有，搁伫万有中。咱逐个人拢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赐，照圣经所讲。以升悬到上悬的位的时，带一大堆受掠的甲伊去，赐恩赐予人。以升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伊嘛捌降落到地上深的所在，安尼降落迄位就是甲升悬到搬过正天的顶面来，充满万有迄位是同一位。伊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养的，甲教导的。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的子民，通做侍奉的工作，来建立基督的体。最后，咱拢通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识，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。安尼，咱就无搁做囡仔，互欺骗者编造出来所有错误的学说拖得行，飘来飘去。咱反倒着用疼心讲真实，伫各方面用做头的基督做标准来成长，对基督身体各筋节互相连接，逐个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，互规个身体长大，用疼建立起来。所以，我奉主的名苦劝恁，毋通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，因为无知甲迷信，心思黑暗，智教思想空洞，甲上帝所赐的活命隔断，因失去廉体的心，尽情放纵，贪恋达款污秽的行为。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，恁应该有听到关系伊的代志，有对伊学习，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。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脱去旧的人，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。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，就是着请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，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。所以，恁着脱离虚假，着对厝边讲真实话，因为咱拢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恁若受气，毋通抵教犯罪，毋通到日落还得受气，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。捌做贼的，毋通搁偷摕，着靠双手出力做工，得到正当的收入。有力通帮赞善车人，歹话拢毋通讲，颠倒着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。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，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，保证恁伫拯救的日得到讨棒，着气杀一切的恶毒、歹性地、受气、宣扬、诽谤，以及一切的歹，着亲切仁慈三款待，互相赦免，拄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同款。